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首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香港商报报道说许家印前妻申请闭门聆讯，称担心暴露隐私，被香港高院驳回。3月18日，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了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前妻丁玉梅2项申请，包括要求闭门聆讯以保护隐私，以及修订资产冻结令，以明确其可自由动用的资产范围。这2项申请均被法官高浩文拒绝。法官强调需要公开聆讯，以确保清盘透明，保护公众利益。法官更指丁玉梅试图造成混淆和拖延诉讼进程。这个法官义正言辞丁玉梅的意思是她隐私不能泄露，因为她的债主太多对吧？都在纷纷打探她的下落，她的关人的下落，还有资产的下落。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希望法院呢要进行这个闭门聆讯，就是秘密聆讯。香港法院为了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公开透明。这个清盘人接管后向许家印、其前妻丁玉梅、前行政总裁夏海军及前首席财务官潘大荣等人追讨468亿港元的股息及酬金，也就是这么多年给他们发的工资，还有那个发的红利股息，将近470亿要退回来。香港高等法院随后颁发全球资产冻结令，禁止他们处理名下总值约600亿港元的全球资产，包括丁玉梅在英国的银行存款及伦敦的豪华公寓。不过说丁玉梅此前获英国法院允许每月搬取2万英镑生活费，这2万英镑那比这个胡信老师退休金要高多了。这个丁玉梅呢也一直在做反抗并不说心甘情愿配合法院去偿还债权人的这个债务。上个月，丁玉梅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2项申请。首先，丁玉梅要求修订资产冻结令，明确哪些资产不在冻结范围内，以便她能够自由支配部分资产。丁玉梅提出一系列豁免要求，包括豁免由她其中一个银行户口的美金资产，不回答清盘人的问题，不公开其余房地产服务和投资管理公司中量联行合作的英国物业收支账目，以及不持续更新其资产信息。其次丁玉梅以保护隐私为由申请闭门聆讯，避免公开审理对其生活造成尴尬和不便。丁玉梅表示司法公开公正不代表需要公开其私生活以及资产详情，更何况公开聆讯可能损害其声誉，并影响她与2名未成年子女及2名未成年孙子女的生活，又称其人权及4名未成年人的安全应受保障。我倒是觉得丁玉梅自己对吧，他把他的信息公开了，要不然大众哪知道他有2名未成年子女，还有2名未成年孙子女。这许家印、丁玉梅未成年子女是谁大家都只知道他好像有2儿子，一个坐牢，一个很大年纪了，不是未成年那2个未成年子女是谁呢？这可是他自己说的。然后未成年孙子女这倒好理解对吧？他的2儿子说不定已经成家生孩子了。法官高浩文指出资产冻结令要求丁玉梅向法庭及恒大清盘人披露他所有价值超过15万美元的资产，无论是否以他自己的名义单独或共同拥有。而清盘人询问他的问题是为了确保丁玉梅遵守英国的资产冻结令，以及考虑采取任何有必要的进一步措施来防止涉案股息资产交易或资产耗散。这个许家印、丁玉梅的这个目前的处境也告诉那些私人老板还有很多巨富还像过去那样对吧，把财产搞到国外，就想躲过法律的这个制裁。现在难度就越来越大，也不是说不可能即便躲到了天涯海角对吧，还是有人能管得到。许家印和丁玉梅这对夫妻就死到临头，就到现在还在做老赖，在逃避。这个很有可能会累积他的子孙，他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还在转移财产。这个做法要不得，就是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忙忙碌碌到底图什么呢？我总是说那个孙宏斌你看人家孙宏斌也是爆雷了，但是人家态度好。同样是爆雷，你看孙宏斌他就没这么多
问题，人家都认，把自己的财产押上，虽然大家都知道啊，这恐怕也救不了他，因为现在这个融创啊也是债务缠身啊，但是人家不管是境外债、境内债重组，大家都给他一条活路，这就是态度嘛，再给次机会。但是许老板就不一样，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对吧？转移财产，什么还搞离婚，这个有点过了，对吧？想自己呀和他儿子在登缝纫机，换取其他人的这个荣华富贵，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实际上想不开的不光是许老板啊，还有其他的房地产老板。你比如说这个知名的闽系房企正荣集团申请破产，大家可以看视频啊。突发千亿房企巨头崩塌，昔日莆田首富栽了。正荣集团突遭破产审查，创始人欧宗荣被强制措施，曾身家360亿，如今债务暴雷，股权冻结，儿子卸任。天眼查实锤，香港公司申请正荣破产，福州法院已受理。旗下正荣地产股价崩盘，债务逾期超100亿，债券兑付延期，资金链彻底断裂，黑马神话破灭。从包工头到地产大亨，欧宗荣靠路桥起家，5年冲进千亿俱乐部，2020年登顶莆田首富。谁料2年陨落，集团高管限高，官司缠身，100亿帝国一夜倾覆，紧急预警。正荣公告承认偿债资金未到位，数万投资者恐血本无归，网友炸锅，下一个恒大。这个闽系的千亿房企正荣集团遭到破产申请，这个申请人是中诚国际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上像正荣这样的企业很多啊，我在以前就说了，他们恐怕最终结局都是破产啊。这些房企不破产活不成啊，只能通过破产，但有价值的它就会重整，没有价值的就破产清算。绝大部分房企恐怕都要走这条路啊。不光是房企啊，还有这个房地产行业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也都是各有各的难呢，都不容易啊。我今天看啊，有媒体报道，这个叫红星新闻报道啊，说74岁的王石官宣代言总裁燕窝，售价超3000元每盒。3月18日，万科创始人王石官宣代言一瓶以品牌燕窝，引发热议。王石晒出品牌广告，写道：全球首款男人的燕窝，总裁燕窝是助力新高度，成就每一个挑战。搜索发现，该品牌旗舰店显示，王石同款燕窝礼盒售价3168每盒，截至发稿前已售28盒，真不容易啊！王石开始给这个燕窝代言了。王石代言的这个东西其实不少啊，他以前给这个什么手机啊代过言，恐怕还有其他代言的，我不记得了啊。现在有给这个燕窝代言，给人感觉好像都是收智商税的。你说3000元一盒，反正这个是不骗普通人啊，这个还是算有良心啊。总裁燕窝嘛，对吧？骗的是那些想当总裁的人，对吧？不骗普通人。这燕窝这玩意本身，对吧？就是收智商税。74岁的王石啊，本应该退休，对吧？颐养天年，结果现在还在打拼，说明啊，这个对吧？真是到了65啊，才正是当打之年呢。王石就是给什么车代言，对吧？给车做宣传，比我们很多30-40的人还努力，还拼搏。咱们很多人，对吧？35岁一失业就躺平了，就怨声载道，唉声叹气。你看看王石，这个他也算是改行啊。他以前是万科的总裁，那年薪多少啊？那是叱咤风云。然后现在给汽车代言，给汽车打广告，给燕窝代言，你说他干的是啥事？晚上他也直播啊，在一般人看来，那他不就是像比码农失业还要惨？他这职业生涯也是断崖式下跌嘛。码农失业也不过如此。他的遭遇跟码农失业是一样。对他来说啊，你看看他叫苦了吗？万科给他的1000万一年，恐怕现在也停了吧，应该给不了了。这不就相当于没有了收入来源吗？但是他到处买了房子，对吧？生活费这不花钱吗？活脱脱的码农失业。码农失业，那只好去选择送外卖、开网约车。那王石呢，选择代言，对吧？给车做广告，给燕窝做广告，不容易啊！也不管你身处哪个阶层，对吧？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王石说啊，赚钱不寒碜，但是啊，这么搞下去啊，王石这人设啊，迟早要塌，这就是饥不择食嘛。总之啊，说来说去啊，就是这些房地产的曾经的大佬，叱咤风云的，不是在登缝纫机，对吧？就是在还债。你看那个王老板瘦成什么样的，都已经瘦得脱相了。你这个王石，你看看开始做广告、代言、做直播，马上就要带货。他们曾经啊，都是在商场上，那是屈指可数啊，跺一跺脚，对吧？这个地啊就能抖3抖的人物啊，现在都这种下场，造化弄人啊。我们再看看这个咱们房地产现在是什么个形式？这个瑞银呢，
他最近的一个内部会，他是对他的投资者一个研讨会啊，这个他会议的这个录音啊，在网上流传，我听了一下啊，这个瑞银对咱们房地产啊还是谨慎，房价仍然过高，下跌进程仅过半。他这个内部会议啊时间还挺长，几十分钟，我把它这个总结了一下啊，它主要是围绕202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问题、综合解决思路以及未来展望进行展开，借鉴海外经验进行分析，然后提出政策建议和板块机会。因为瑞银还是推荐买股票嘛这个第一个关于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和分析啊，这个瑞银在这个会议上说啊，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中以来已进入约3年的下跌周期，这种调整的持续性和深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也就是没有经验可循，没有规律可循了。说前期对比美国2005年次贷危机、日本的90年代地产泡沫以及1997年到2003年香港房价下跌70%的经验，也只能把这些地方经验呢混合一下，总结出中国当前的核心问题：一是1、2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过高啊，这是瑞银说的啊，也就是说房价和收入差距太大了。然后租售比偏低，说1线城市仅1.5%到1.7%，远低于健康水平。二是3线城市库存和空置率消化压力巨大，这些问题恰恰导致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它同时啊，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些有利的因素，说居民杠杆率较低，首付比率不高，城镇化率提升空间也还有一定的空间。他说这些啊为未来需求提供了潜在的动力，但是啊不利因素同样显著，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下降趋势与日本90年代相似，可能拖长调整周期。他说海外的经验显示啊，地产泡沫后供需重新平衡需要时间，美国和香港约6年，日本则长达18年。他说粗略推算，中国下跌3年，那就是进程啊恐怕仅过半，也就是从时长上来看，你3年这时间根本还不够，距离触底尚需10日。日本美国香港都过了6年，日本是18年，那你说我们应该是多少年？反正3年，那恐怕还早。那瑞银提出的这个解决思路，他就把市场进行分层啊，切割市场，然后用哪些政策工具，对吧？针对这些问题啊，这瑞银首先提出切割市场的应对策略，就是3、4线城市高库存，瑞银认为啊，短期内难以化解，缺乏有效的工具，只能依靠时间自然消化。这说的比较委婉啊，婉转，也就是3、4线城市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爱怎么地怎么地了，救也没用了啊，就这意思啊，你没工具，然后也难以消化啊，这就是瑞银的意思。然后1、2线城市则被视为政策发力的重点啊，争取通过干预实现止跌回稳。那1、2线城市你怎么让它止跌回稳呢？这瑞银说啊，他说第一个大幅降息，当前1线城市按揭利率约3%，实际上是3.几啊，一般的在3.2%左右。然后这个租售比不合理，就是说银行如果降息的话，使这个租售比与按揭利率趋平。你按揭利率比如说达到2%，我们现在的租售比是1.几嘛，如果提高一点，那租售比和这个按揭利息接近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认为健康了，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愿意买房子出租嘛，和你存银行反正差不多。那这是瑞银的观点啊，就是他通过降息来缩小这个租售比。当然了，这个银行利息降低，那购房的成本也下降，对吧？也会刺激韭菜去买房。第二个，他说租金稳定，租金被视为房价基本面支撑，类似股票的盈利乘以估值倍数，若租金持续下跌，房价将缺乏重要支撑，租金下行源于收入压力，二手房转租增加及保障房供给分流。“14.5”规划啊，这个70万套这个保障房租赁啊，这个瑞银认为啊，这个你这个租金如果不能稳住的话，房价也稳不住。先把租金稳住，然后这个提高租售比，压低这个按揭贷款利率，这样让这个房价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但这是瑞银的观点啊，我认为这是以我的亲身经历啊，他这个简直就是做梦。你城市凭什么租金不降啊？现在年轻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纷纷离开，对吧？以北京为例啊，因为你看那个写字楼空置率多大，写字楼空置率一大，不就是找不到工作了吗？因为公司少了，招人的少了，提供工作岗位少了，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就离开，一离开那房子租给谁啊？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即便有工作的还在降薪，工资不涨，那这个逼得你，对吧？你租金要下降，你不降，人家只能往远处搬。这个我在北京就已经遇到了。北京我还算那个
地段比较好的房子，租金都降了1/3，你不降那就没人租嘛。所以说瑞银他认为啊，你把租金稳住，租金怎么稳呢？谁去稳呢？你只能韭菜稳，你也想让韭菜把租金稳住，那只能韭菜收入在增长。所以瑞银的这个方案呢，也只能通过降息，对吧？你银行降息吧，你往下降，降了之后你看看，你购房成本低了，看看韭菜认不认账，买不买？第三个他说政策近期效果，这个他认为这个国家近期推出一款新工具，就是商品房收储和城中村改造100万套。不过瑞银他也承认啊，他说收储的效果有限。为什么有限呢？其实我以前说的理论啊，就你收储啊，并没有改变这个供求关系，只改变了所有权，对吧？本来这房子它已经盖好了，你政府把它买过去，不是把它炸掉啊，你把它买过去还不是给人住吗？你只要推向市场，供求关系没有变，只是所有权变了，供求关系没有变，你的房价怎么会变呢？然后城中村改造呢，虽然100万套本身啊规模就不大，并且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就是没有明确时间表，它到底是3年还是5年搞完，对吧？那影响力啊不及预期。它如果集中在30个大中城市执行，那么可能占今年新房成交就750万套啊新房14%，短期提振需求，但长期因产能增加或增量增加，也就是说它的影响不大。保障房政策带来的是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分流需求，进一步加剧这个供应的压力啊。那么收储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说让政府把它房子收了之后，你收200万套房子，收完之后先不投放市场，你政府先压着，然后每年逐步释放一点。问题是，那你这成本谁来承担？你把那么多房子收去了，银行的利息你不往出放，那你就纯粹的是银行利息加管理成本全由政府承担。你放出去了还不一定能赚到钱，还有缺口。所以这些人啊，他都没考虑啊，咱们的管理水平，咱有这个管理水平吗？对吧？你越这么管，那大头的钱越来越少，全给他浪费掉了。然后这个瑞银啊，他也谈到了这个商业地产，他说高端商业地产因奢侈品周期下行，这个奢侈品周期下行就是那个劳力士，二手的劳力士，对吧？就卖不动了，高端的表啊，然后这个什么 Prada、古奇那些包卖不动，这个在中国市场啊都是遭遇滑铁卢。他说高端商业地产受这些影响，新房与二手房呢，这新房规模预计萎缩，二手房和房价上涨趋势上升，也就是以后啊，就是他现在新房二手房是1:1的关系，你卖2套房子，1套是新房，1套二手房，他是这么理解的啊。以后恐怕就是7套是二手房，3套是新房，二手房交易会更加活跃。烂尾楼规模700万套啊，他这个是根据48家违约房企合约权益保证他估算出来的，有700万套烂尾楼，2万亿白名单资金落地效果有限。也是现在咱们政府不是在搞白名单吗？把所有的这个暴雷房企这个烂尾项目都纳入到白名单里面。这个瑞银认为啊，2万亿的白名单资金效果有限。他说，近期境内债务重组为新思路，也就是破产重整啊，可腾挪资产支付交付，对保交楼有一定帮助，但对头部房企边际差距不大。也就是你这3瓜2枣的，对恒大呀、融创这些企业来说，碧桂园这企业来说，这不够用啊，不够。然后呢，这对2025年展望与这个房价成交趋势，他说后续预测2025年房价下跌10%，较今年17%的年化跌幅有所回调。也就是说，今年房价还要下跌10%，但是比去年呢下跌17%慢了一点。他说因按揭利率未达理想，租金和收入恢复滞后。你看看啊，一个按揭利息啊还没下调，第二个租金还没涨，第三个韭菜的收入恢复啊滞后，受这3个影响，他认为见底或推迟至2026年3季度，1、2线与4线城市水平将增强。他说空置率集中于第一线城市，因工作机会稀缺和人口流失，房屋折旧以及改造成本高企，导致极低价房出现，也就是鹤岗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啊像鹤岗一样。而1、2线城市因需求支撑相对抗跌，租金和房价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所以这个瑞银啊给出3点建议啊，第一个就是大幅降息，这个他刚才已经说了啊，大家知道啊，如果人民币再降息的话，那人民币它有的贬值啊。第二个是保障房囤积，就是我刚才说的，政府把保障房收去之后，你人为的误盘就不要往市场放，那政府得承担这个成本。第三个加速城中村改造，这个我觉得瑞银这个判断啊还是乐观，他道理都讲清楚了啊，对吧？这韭菜的收入没怎么涨，商业住宅还在下降，所以现在啊能做的就是降息，你赶紧降息吧，看看是不是你韭菜能不能认可。而且瑞银说了啊，今年有可能要降60个基点啊，今年降了，如果效果不佳，那明年还得降，对吧？也就是咱们曾
存款利息啊无限接近于零。这就是瑞银呢对咱们房地产的一个看法。你看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说业内称一线楼市止跌企稳，已无悬念。2025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吹来一阵阵春风，以一线城市走暖的成交和房价，让业内评论人士直言，核心城市止跌企稳已经没有悬念了。那些仍在拿地投资的房企，对市场同样摩拳擦掌。有头部房企人士表示，公司年初积极拿地，就是为了抢在年中前开盘回流资金，整体开发节奏已提到极致，也就是年初拿地，年尾结束了，对吧？然后就并到报表里面去，让报表好看一点。为了赶上市场回暖的东风，近期一线城市不少新盘密集取证入市。3月份市场供应量明显增加，楼市回暖的过程中，谁先留住购房者，谁就活下来。还有实力留在牌桌的房企正在用尽全力抢跑市场。一线楼市止跌企稳，已无悬念，指的是那些高端住宅，目前看好像还很繁荣，也就是有钱人还是有钱，为有钱人设计的房子还可以日光。现在房企都在抢这种资源，但是你说这高端这个楼盘价格上涨，对吧？由它而引起的这个新房价格这么企稳，那这是健康的吗？这个能持久吗？高端韭菜也有割完的时候啊。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报道啊，这个是南华视频，它是关于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他说杭州人在法拍捡漏直呼真香。近年来，法拍房市场成了许多杭州购房者心目中的捡漏天堂。据潮新闻美好生活研究院统计，2024年杭州主城10区共成交1433套住宅法拍房，相比2022年的1171套和2023年的1398套持续增长。同时，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024年杭州法拍住宅清仓率高达76.7%。曾经小众的法拍房为何关注度越来越高？价格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阿里拍卖等平台上，经常会看到一些起拍价超低的房产信息，什么时候也能捡漏一套。我也在看法拍房，高达几百万的捡漏空间，令不少买房者心动。但也有人认为法拍房坑太多，不能光图便宜。对此你怎么看？这个法拍房啊，有很多问题，比如你买了之后不好住进去，对吧？而且法拍房有很多坑啊，在明面上没有，等到你拿到房的时候，物业说你欠了12万的物业费，对吧？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吧，就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坑。但这个都不重要啊。我认为啊，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城市法拍房这么多，说明有这么多人破产，这么多人迫不得已啊。有钱他不赚吗？如果他有钱的话，他为什么要法拍啊？法拍是走投无路，被强制执行。一个城市如果法拍房这么翻倍的涨，说明什么？说明明年还要翻倍，还有更多的人房子拿出来被拍卖。那大家就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多人房子被拍卖？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在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当初是一腔热血，对吧？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毅然决然的买房贷款加杠杆，为什么几年以后房子被拍卖？进而对我们的启示是，你买这房子过来未来3-5年会不会也被拍卖掉？你会不会也会跟他们一样的遭遇？就是你在捡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捡漏的这些人，他们的经历很有可能在你身上复制。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到万不得已，一般的都不会断供，都是走投无路。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杭州走投无路呢？对吧？只能说明啊，这风险巨大，稍微有个调整，一批人要暴雷。所以当一个城市的法拍房数量在增加的时候，这不是什么好事，应该看到风险。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